这都1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有动静？我说，你看起来也很担心易欢呢。回皇上的话，奴才自幼在明珠谷生活，同朱思轩、李易欢这些反子一同长大，多少是有些情谊的。但是这些情谊，跟奴才所背负的国家大义来说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很好。花儿，你不必担心，他已经没事了。这就是那罪证。你放心吧，朕绝不会放过伤害易欢的凶手。好，我放心了。轩逸，你不必再向太皇太后求情，反正我也和一个死人没什么区别了。我还有一件事求你。说吧，朕一定会帮你做的。等他醒来，永远不要告诉他是我救了他。为什么？其实欢妹心里对我未尝没有情意。如果不是你的出现，我和他会是一对神仙眷侣。不过，既然他最终选择的人是你，我又何必让他难过，让他纠结？你现在明白了，我不仅才智不属于你，我对易欢的爱更远胜于你。怎么样？他已经内力全无，变成一个废人了。